今次同大家分享一下可能會稍為對我哋健康有影響嘅幾個唔好嘅星。第一個咧就係大耗星，作為第一大虛耗類嘅凶星咧，佢唔單止會導致我哋破財，仲會令到我哋身體嘅健康會有少少影響。喺奔波勞碌當中咧，仲好容易會因為意外受傷，進一步去加重我哋身體嘅損耗。第二個咧就係白虎星，佢係主要係指血光之災嘅大凶星。唔單單係容易令到我哋跌傷之外嘅外傷，可能仲會引發一啲身體入邊嘅病痛。第三就係病符星，佢係主掌一啲疾病同埋災厄，令到我哋心神煩躁，唔單止容易會惹到一啲小病連綿、舊病復發，仲可以會導致可能屋企人咧都會有啲唔舒服嘅問題。尤其係老人家，如果係遇到呢個星嘅話咧，健康嘅隱患就會比較大啦。另外咧就係天狗星，佢通常會同吊客一齊出現，會帶嚟一啲損傷嘅隱患，唔分男女，仲可能因為一啲唔好嘅氣場咧，會影響到自己嘅情緒問題，進而影響到我哋嘅睡眠同埋整體身心嘅狀態都係唔理想嘅。最後就係死符星，佢通常咧會同小耗星喺一齊嘅，主要都係指一啲疾病同埋血光啦。如果我哋流年會有呢個星入咗屋企嘅話，我哋嘅身體抵抗力可能會下降，同時都會有少少破財嘅問題出現。咁雙重壓力底下，我哋身體自然更加係唔舒服啦。喺2026年，如果係有咁樣唔好嘅星入宮嘅話，我哋就要提前做好預防措施，防範於未然，先至可以更好出發。可以留意合集同埋入師姐嘅群，持續更新內容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